有民众去高雄寿山动物园，因为带囡仔塞年宝车顶头挂真侪茶啊，甲食的物件，结果就撞到一阵高山啊，要来甲抢。民众抱囡仔煞规个人摔倒伫涂骹。最近也是在袂少即款高山啊抢年宝车的情形。园方甲专家是搁在呼吁民众唔通炸食的物件，也是赶塑胶袋啊上山。 狗脚伫红牙车后壁，甚至出手揪车顶的袋仔，一手抱囡仔的爸爸为着闪避，佮跋倒。事发伫高雄寿山动物园门口，二是透早倒来现场，有游客表示捌互抢过2摆。饼干还有那个饮料啊，对，然后你放着它会跑过来抢这样。纸巾啊什么都把它拿出来，就是避免他们会觉得很可疑，就会来烦。因为小朋友有好几次了，所以他们都知道。保全伫动物园附近巡逻，用水清惊狗，并提醒游客收好食的甲袋仔。 专家表示，红牙车顶悬常常拢会挂真侪袋仔甲食的，故得互狗认定红牙车甲食的有关系。他只会觉得哦，那是一台美食摊车。那其实像在国外呢，他们有一些野生动物的园区，有猕猴出没的地方，他们都是禁止去携带食物或塑胶袋，跟边走边吃，都是在限定的区域去饮食。 囡仔欢喜摕草青羊仔，寿山是台湾高山仔的栖地。动物园因为有游客出入，嘛互狗习惯性伫附近找食的。动物园嘛想办法赶狗。园区的保全巡逻的方式，那我们目前市府也在宣导使用这种水弹枪。我们希望说用这种比较对猕猴不会有伤害性的方式来做这种威吓的动作。 园区采到食的无偌老的提醒牌仔，专家希望民众来到寿山，除了熟悉园区的动物，嘛熟悉当地野生动物，透过一直宣导降低抢食的状况，互人狗会使和平共存。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